武经理天一个家推，我讲安尼咱听。每你做一项，了完一项就是往西方行一步，行一步，行一步。咱拢想讲，迄无啥，其实呢，分就是安尼想的。咱若拢无做，就是无嘛。所以讲呢，等半年连举半级所以讲呢，伫这当中呢，咱一定有一定的，那么咱要安怎来储存？储存了后，咱倒入回天的主念。所以讲呢，老师来讲，唔知影好转来啦。为虾米？因为个意思。伫这个环境当中呢，咱讲从生变死，从生变死，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有咱能倒转去，但是咱一个一个了解伫咱未求道，咱会当安尼讲，但是咱今日求定道啊，咱拢知影回天之道啊，所以讲呢，咱爱行一条路，咱爱行一条路。那么行这条路，不过就是学人才、学工书、识活动。那么来活动打帮助的，打帮助的，那么呢，这就是咱修行的功课。那么佫一种，也就是咱一定爱来参班，也讲来听经闻法啦，这种总是咱要倒转去，也就是咱修行学道，求着道了后，咱应有的功课，无非呢，也就是要会当提升，对咱心性，会当达到清净啦，所以讲呢，想起迄当时劝师爱开怀啦，想着过去，那么呢，所有老师的道理，拢甲老师讲，老师啊，你放心啦，我会好来修持，来学道啦，袂去辜负着老师你的心意啦，但是呢，道理话都不应该，拢开一条钱票互伊拍啊，因咱求道呢，拢有入心十条大愿嘛。那么呢，伫这当中呢，入关了后无照原形，无照着咱当时所发出的誓言来做。那么咱求道的是十条大愿，就是咱平常固定理天的大推呢，恁是咒大呢，咱不要想我求道就去咒大，惊死人，恁是咒大，迄叫做宏愿。你无宏愿，你无入去着这个愿。你会照原行，你无照原行，你袂当达到了定目标。各位前人敢是安尼？所以过去诸菩萨会当成就，伊有入下了这10条大愿，有33条大愿，发有了真正的原因。那么咱今仔日的讲法，有了这10条大愿，所以希望呢，咱大家拢会当照着咱所入下10条大愿呢，好好来修持。那么这嘛是。有那边回天的这个解推如何来开怀？恁著讲的互伊拍啊，讲叫我免烦恼，老师你放心，我会去做。但是呢，讲互伊拍了后，老师担心，无求道的，讲无求道，有求道的，甲当做无要无定。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一定爱去认真来拍，因为咱会当听讲了，原来。亲像讲，咱即届要去祭天，地乡组长，伊就来甲互我讲，问讲要去祭天咧，车顶有有准备水无？若无的时阵伊要准备来拿乌豆茶通去互大家食。伊甲互我讨工课，咱来甲想，咱咧点去，咱来甲想想，兄一个第一名无啥。小事就是大事，你看的小事有做变大事。那么呢，咱健康入面是点点滴滴啊。若毋茫人某位人注意者来用啥，有当时啊合适的。咱若知影是讲有当做，我会当把来做的话呢，当然这个是了解。亲像咱要去祭天，4点出发，你咧看几点爱起来？那么大家伫这个伫这个困难的当中内底，就是咧讲着修道的前提，咱毋是去咧佚佗，各位人敢是安尼？咱是有使命、有责任，要去完成咱一贯的总会。那么呢，以所来举行祭天，祈求国泰民安，仰看呢会当方便。
这就是咱做伙互咱的使命，啊，这就是讲会当安尼伫困难中去做，单做应做，单修应修，这就是讲叫修道的精神。修道成个爱有精神，无精神啊，我嘛是卖去，因为咱较早起来，那么呢一大路去遮哩去遐，去港吼日头嘛真炎。伊讲以前的有影人可能读甲咧头昏昏脑顿顿，这是一个可贵是伫遮流露出来，当时啊，可贵毋是讲足简单做，你去做可贵，当然会当来做，嘛是难有可贵。但是伫迄个困难的内底，你有法度做会出来，不断地安尼历练，不断伫困难的内底历练，我做。以后无困难，因为你已经甲迄个困难已经习惯了，那么后壁迄就是讲咱应该一直对的物件，啊嘛，互咱练就内在心境，研究心境，像咱老菩萨住伫这个庄卡，较早以前理念有辛苦，但是你一世人行过来，那么流落了就是你的价值，因所体会到，甲因现在所行过。因内心迄种的毋惊艰苦的精神，有了着一个大目标的精神，去扶持着这个道路，要做是做一件事，敢是安尼？所以讲呢，咱学佛菩萨，我讲过，你拜佛念佛无够，你爱学佛，学佛入对，你的心甲你的精神，学佛的精神，你有法度摕着，那么讲呢，这就是。所以讲呢，老师伊讲，对大家拢背道啦，背道不应该如何来开怀啦伊要安怎有法度人去欢喜，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讲呢，归师而开怀，那将一心悲哀啦，因为一工呢拢是真忧愁啦，为虾米？因为即处伊是那么呢，师尊师母呢来将有了这个道观，办理的这三起破解那么每个做出将变化，师尊师母将道，以有即因甲思念，要来普度众生，这是老阿弥陀伊的。那当然呢，如果咱今仔已经有得到了这个，那唯有就是退出分忧，要安怎来办理着万福一样，不但家己嘛爱安尼成就，兄弟姊妹，咱来讲，我们说不众生无可比，敢是安尼？你若讲我安尼就好啦，众生无可比。你若讲即我有这个，我有使命，那么呢，我会当去打帮助到，我应该要去做，我要成就嘛，就爱安尼做，那安尼为众生，敢是安尼？所以讲起来呢，咱一定爱真正，会当真正来，打帮助到啦，那么呢，叫徒莫贪乱，快修本如来啦，那么呢，叫徒也讲叫咱呢莫贪乱，那么真心呢，会使讲昙花一现啊，亲像咱最近迄只游览车迄个人迄只游览车，出去的人伊讲伫中上讲我去佚佗，爱安怎平安回来，无人想着，结果呢，伊甲换一份43，伊当下内底人讲安怎死的？因为咱超速的当中，去见着迄个路边，见着迄山壁，咱伫这个当中呢，真正乌哀哉，咱来甲想，人讲马来无中义，你等于无相似。生命就是遮尔脆弱，就是遮尔短暂，所以呢，讲书今日甲咱自卑的，爱把握。你认为啥物时阵上好？当我事业有成功，当我食到40岁、50岁、60岁、迄阵来时阵，拄好。讲以前呢，敢是咱咧拍算？所以讲呢，咱一定世间，当然呢，该咱一定爱安顿家庭的，当然一定爱啦，因为咱在家修嘛，无趁钱，别人怎下，别人怎有钱通收，无钱不用的，无命就学只不过咱要去思想，思想安尼呢，咱袂讲，咱袂讲甲家人囥共钱啊，
安尼未来咧，咱会当胜完如意，快乐。那么咧，莫贪恋，应修本如来。我有讲过，咱毋是要修好嘢，咱毋是要修我以后的地位，互伊愈好愈大，因为我是要修互伊未来人生会当赢归倒转去到咱的本，这叫做转世。要转世，爱甲世人爱一个死咯。咱若无建功立业，100年后，咱的子孙虽然甲咱请大智高僧来甲咱上经，那安尼上经会当转去，做两对一本经转去，做啊，伊两对一本经转去。我毋是讲两经唔对不是这样讲你若讲我这心足烦，我想我来上遐经，会当先经落来，但是迄条生死无关系，迄条生死无关系。但是会当无伫我心乱，伫我上经的感觉会到的时，我感我这个对有这个是，我上一个境界，无可厚非。但是你毋通注重上经，你甲当作小经的，这是做大经内底已经甲咱讲过了。那么呢，若如果讲你都无去做，无去打帮助，无去建功立业，敢若上经咧转世真的不要想。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咧，咱一定爱会当体会，为着咱的自信，要互伊转本嘛。所以咱头拄咧讲，毋是叫大家去做工课尔，爱去避改毛病啊，敢是安尼？去避改毛病就是讲，要甲咱本来清净的自信，互伊流露会出来，互伊找袂了着佛，安尼你有心不才奇怪。所以讲咧，都是世间性啦所以讲咧，这个因修本如来咧，无非也是讲咱的内在，咱的内在，毋通自私，也毋自利，咱的自私自利的话咧，这是一个短暂的，所以讲咧，咱一定爱有宽大眼光，爱有超发的力量。想起迄当时信念本搁在啦，当然咧，伫过去咱讲修道如初次，心不变有异嘛，修道如初次，心不变有异。就是讲咱当时修道对道迄种的信念，会使讲非常坚定。但是咧，因为后来的时阵咧，变成受着时间甲空间，那么咱的内心当中咧，去互环境，那么去互了着时空内底咧，甲咱转变。本来有信心，但是当着真济子孙因缘了后，咱迄种的信念就浮去。所以讲咧，这个所在咧，毋是像过去信念本搁在啦，那么怎样今日心摇摆啦，东倒右西歪，东倒右西歪，因为安尼讲，这就是咱看袂到短暂，若无就受着考验。我来求一罐刀也袂保庇，若咧甲讲，嘛会无钱请你也上册去甲想。有对一个人，伊去信对一尊佛，就拢袂破病，伊都不要开，没有那么绝对嘛。去信啥物宗教拢是共款。那么为什么毋是当生命无保庇生命会保庇，会当大化小，小事化无，当然看咱安怎做。真正咧，你愈诚心上天，愈会当因你上天就愈济。这咱前几组叫人家下晡时间放个讲伤济，因为你付出，上天讲这个人这拍拼，这无互伊个留余当你斗阵袂使。当时有讲嘛，你是要遮做艰苦，还是互破病艰苦，还是车管艰苦？当然嘛，就爱来遮做艰苦东倒右西歪，圣完白好无。你这圣书修道来讲起来咧，伊过来后个月4月，拢去有班嘛。我3月过来4月才来4月4月佫袂拄5月5月佫当着代志，较过如富民如百民如其多。你无想讲我即届无来，就是了一届咱讲像咱人咧见面，见一届
改变就减一解机会，敢是安尼？所以讲，人讲在世爱珍惜智慧一点，哦，所以讲咧，咱嘛想讲啊，那么以反业来讲起，那么宪法如何以理路出要点，伊的正确性，而且讲有偌好，对无？伊后天无用，先天嘛无用，所以讲咧，而且咧选袂定一条正确的路啦，贪念比企图，腐败前途无啦，贪念比企图咧讲，外在世间的当中，在你要外拄外。好要搁好，济要搁济，但是圣灵甲咱讲，让你赚金钱实践，你赚到全世界，何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用什么换回生命？这种就是你等去家己心思，所以讲呢，不怪前途无啦，当然呢，贪念外在的一切，当然你会讲心个，等下我拢好势咧，来修。所以讲呢，会误着咱修道的前途。多离莫再迷啦，修道爱食苦。当然啦，亲像讲今仔日呢，大家搁安尼花伫即个宝贵的时间，来分享听经文法。若无讲一句开，即个社会小无法紧的讲对好，对游览地区啦，对一个遐恁节目，你食偌好食，你敢知影？调工开车开去到台北新店食臭豆腐嘛，有啊，敢是对无？伊当无听讲哦，台南有盘沙饭会当食，我最好食会当开车来到遮。所以讲，即摆人呢，会使讲足交通足方便，拢享受伫即个伊即个世界的当中啊，咱会当去享受，毋免落来遮坐艰苦，坐着有哪养生呢？若听就好，若听就艰苦。修道爱食苦，彼是想着信业故，拍拼成付出啦。当然咧，咱若是讲爱信怀定定的当中咧，要过着即个信业，当然爱提出着过去对道即种的看淡有信心，那么咧有即个诚心，继续那么会当坚持到底，会当始终如一的为。好呢，都会当倒转去，那么呢，拍拼心靠一，不管风台起，但求此时已不归天和地，凡间本苦海，心乐于悲喜，当然呢，拍拼心靠，心苦爱何意，就是讲今仔讲书甲咱自编，咱讲，虽然我袂当做甲像讲书安尼遐样讲袂遐好，但是。我遥向迄个目标来做，你就是已经先靠当然，伊为所当为所，搞到嘛，袂进步，你问听我袂，但是袂歹就袂歹，毋过呢，你无甲大字，无甲行出去，像伊头拄仔甲咱讲的，有本地班，甚至有三宝班，还是读班，咱会当来互补嘛，会当来学习，那么呢，毋管风台起啦。伊即个过程有当个啥物的考验，啥物的难点，咱拢会当突破那么，但求此时期，当然就是爱求着咱过去所流露发出来一种知识的意，那么会当去甲伊做，就不会有天价的甲咱讲的凡间本苦海啦，当然都有讲过，先乐有艺术，所以讲伫世间，这是天地的法则。心乐艺术，这嘛是咱细阵的体会着。我做甲10来个开始，嘛是咱发心乐艺术啦。这是一种的天地的法则嘛，所以讲呢，伊若会当觉着，嘛是爱当修炼千万毋通自己的荒废自家己啊！咱如果天地落去，生活无法度人体会着，别人来去。手，那么枉费出家己，也是讲头拄仔讲的咱会当度人，会当来帮助的，会当来救人度人的话，就是因为即摆是普渡期，
上紧的大开普渡，互咱健康一定的机会，安那无可能啦那么第五，得言八吉言啦讲言呢，咱一定爱得着言，得言失言安尼呢，无把握着这个机会，那么呢，这个普渡仪式过去，你讲我要个人的健康一定，你讲我要过来做人才，当然呢，这就是讲机会过去，一刀断车片啦当然呢，咱一定爱听经文法，修行人袂使无听经文法，因为这就是开启咱智慧的不二法门殊途心相连，毋通负上天那么呢，虽然一抓紧，随时在身边以时间上的观念，或是讲到啦。那么虽然一抓紧，虽然是应用用的，可能老师嘛是伫这个今日来参与伫咱的话会内底嘛有可能是咱看伊面面，但是伊看咱面面究竟伊有这个成有嘛随时在身边这是老师甲来讲，因分离何必再相见？这讲为言言那么老师呢，会使讲是唔甘离开啦，离开的时，导出了解一种难以难舍的这个目屎，会当呢为师将离开，道理站起来，依依难舍心，奈何时不来啦？莫忘师之爱，唯独分当山。欲路好好来安排，所应无化解啦。咱来安排好，要安怎修行，要安怎后天用好，我修行要安怎来建功立业，要安怎来进步了着家己这呢就是咱家己咧爱家己爱有筹码意识别多别多用寸关，心如万字钉欲游报不准，欲罢心不甘劝导有成年，好好建功端，道声应用别多人。书回南屏山这个老师来批训了后呢，那么离开去，那么伊使讲是依依难舍依依难舍，无非嘛是希望讲言道理的，讲咱在座包括学校呢，咱对修道学道呢，咱一定爱加重咱的脚步加重咱的心，加快咱的脚步去改正，安慰咱老师在天之灵那么呢，咱就来听一首歌啦会晓唱的唱较大声的
是还âm nhâm đi tu ô quay thiên ô ô di đô sanh siêu ai cha siêu ya ya siêu thô咱以修道来到多样的行为，来到你的这些话，ya 谁也有你的 siêu 都有要的谁呢？我们都有要的修， hoàn hồn 我 khai 们 thị 有要的这个地位， an 如何在 yêu 修法得到 su 有 su 来见要的，那你呢？ Phật quy thiên ca thề quân can quân có ai thế nơi yêu cái đô kim mê ông quy chủ yên a di的多下边，诸多心相连，澎湖相贴。虽然已多变，虽系在心边，灵魂里何地再见？夜空里。为书将离归，我的家的来，依然下雪，奈何西不台。梦梦诉诸爱，为多本当塞，无那何
内底控制大家先走袂出来，但是影我唔知啊，了解，咱大家来保佑。也多存等存端，心不乱地平，永流西中不住，永发心不改。共同有信念，和平共端，和相与同，主会老山山。因为歌手无来啦所以讲无人情啊，对袂准说这可能了啦到遮啦因为嘛已经10分所以讲袂这是比重不足伫咱看会顶、听会顶的所在呢希望讲咱老师会充分，会当来体引导希望咱会当坚持在心按今日的办到这个所在希望咱伫下一次呢咱的班呢，希望咱会当一个带一个，会知影讲若如果我讲达成就这个愿就是咱条件条愿嘛是了解啦安尼敢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助理慈悲，贤道公，温道公，甘在哦。中华民国106年开始他们3年问主为班全程，一般下午经常母行3公里前到1公，再公3公，感谢助理慈悲1公，感谢讲师慈悲1公，温道1公，再1公3公。感谢助理慈悲1公，感谢讲师慈悲1公。
风到风。一起一下，要标稳形穿梭比前到一弓，再弓，三弓，一下成弓，一下弓，弓到一弓，再弓，三弓，一下成弓，一下成弓。各位先生，我们